多年的小妹，尤其我在桃园当警察局长的时候，她当干警部，对我们的警消以及我们妇幼社会安全极其重视。我伫遮做局长的时阵，会当特别治安变更较好，这是我真感念伊。尤其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看他勇于认识、认真、负责，来为桃园市来服务。这一点我是很佩服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没有变，脚踏实地的做事，这符合侯友宜的风格。侯友宜跟万美莲一定站在一起，咱认真做代志，一直做好上调。所以美莲加油，选了这好立委，咱桃园也好，新北嘛也好，大台北拢也好。所以桃园市跟新北市都站在一块，爱动算哦，咱就共同拍拼，是哦，范美莲，拜托大家感谢罗啦。那就有没有觉得说，这些市长来替我们这样助选，然后有大大加分的效果？其实侯市长一直都是我学习的目标跟对象，那也是我非常敬重的好大哥。那在我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，那市长也专程下来为我站台背书，然后在平常的时候，他也常常给我电话让我加油打气。那今天在选前4天最重要的关键时刻，那他再来陪我车队扫街，我想这都是给了我非常大的信心。那我相信在我们侯友宜市长的加持跟鼓励之下，我们必定能够开出最漂亮的成绩。市长，请问一下，接下来的那个复选行程有没有怎么样安排？其实我今天有空就会在桃园以外，我还是会回到新北来做好复选的工作。当然，我也有市政行程，所以我是两头要做兼顾。那我们新北市的立委每一个人都非常的认真，一直。我刚相信我们桃园市我认识的所有的好朋友，像我早上看到卢明哲，也是非常棒的民意代表，一马变我觉得大家都给他满满的支持的力量。给他看到咱每年一样精神奕奕，冲到最后一刻，4天的4号一定爱红这个动算啊！好 ，OK， 谢谢。支持万美玲，万美玲，拜托拜托。各位乡亲长辈，大家好！立法委员候选人登记第4号万美玲。万美玲在侯友宜市长的陪同下，向乡亲长辈恳请拜托，拜托全力支持万美玲，万美玲，拜托拜托。我们出发喽！谢谢。各位乡亲长辈，大家好！立法委员候选人登记第4号万美玲，万美玲本人。